世間事業，功名子女皆是幻象。縱令大孝專親，亦世間之孝養。富貴學問蓋世，亦幻夢中所現之虛花幻相。自然過之後，又有何實跡可得哉？則凡功名也，兒女也，學問也，名譽也，舊於生死份上，了不相干矣。由縱令到了不相干矣，都係大師嘅開始。再睇下世間係迷夢，大師咁講：娑婆之苦，不可一朝居，當通身放下，一心念佛。並勸眷屬一心念佛。從前之事業乃夢，今不復做，專做往生西方之夢。求自此夢成後，再成佛前，來入娑婆普度眾生，同生淨土。說可不虛此生此遇矣。若放不下，則後來只有惡夢，決無好夢。此種惡夢聽尚不願，何況再做？若再做者，便是癲子。幸眷屬無恙，當相率而同做生西方之夢，而其餘諸上善人，俱會於念慈也。大師開示到呢度。